另外，再來看高雄大樹竹寮養水站的這個後壁呢，自民國111年，互人家偷倒2堆舊衫褲到單，已經有要落冬的時間啊，攏猶未完全甲處理好掉。嘛，因為這附近就是泉水的水管，所以引起環境的危機。其他土地檢署表示，無必要用這種方式來保存證據。也那環保局是表示講，會要求行為人趕緊甲清除掉。包括一捆一捆蹲干那山的舊衫褲，都蹲伫咧高雄大樹竹寮儲水站的正後尾。因為所在偏僻，毋但附近農民無人知，當然在地議員嘛是去會勘看到，一問才知影，這自111年就互偷倒佇遮，甲打蹲5年啊，審判的行為人113年就互起訴。議員講，迄附近有滿泉水，本數一噸就是5年攏無處理，衫褲頂懸的染料若是倒落土地，敢袂污染水源。經過5年了，為什麼還留在這裡？他回答我什麼？因為要保存證據，你要保存什麼證據？要保存5年吶！這是水源保護區。第七核專署在幹什麼？目前由僑院審理中，為加速場址恢復，已於5月13日函詢僑院是否仍需證據保全，續依廢清法第741條規定。要求行為人限期清除。那環保局講有證據保存的問題，桃園水利署第7號傳署18下暗嘛發新聞稿強調，案件壓得深，愛保存證據才無清掉。不只個橋仔頭地方法院講，將來都無證據保存的問題。所以從收案時起，就命被告等人盡速清理，從未以尚有證據保全為理由要求不得清理，而被告等人也已提出清運計劃，並送環保局審議中。本數山蹲5年無清，講是為了證據保存。相關單位一人講一款，到底是倒一代聯繫做無好，若是無去釐清，損失的也是民眾的權益。記者郭家祖、邱朝陽高雄場報道。